紅遍兩岸三地嘅任賢齊，年初四喺澳門舉行演唱會。呢晚小齊身穿一件紅色外套亮相，夠晒喜氣洋洋啊！喺開場嘅時候，佢仲唱咗一首新年歌，實行應下節。小齊仲好識得賣口乖咁，同台下嘅粉絲拜年添噃。希望大家都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，恭喜發財！我今天一定要認真的唱歌來答謝大家的支持跟愛護。我新年的新年的新年啊，大家都過個太平年，願大家都過個太平年，春天花會開，鳥兒自由自在，我還是在等待我的愛。其實小齊呢排正忙於喺內蒙古拍戲，不過佢都抽時間返台灣同屋企人過新年。除咗大派10幾萬台幣嘅利是之外，小齊最開心嘅就係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食翻餐暖粒粒嘅火鍋啊！我屋企每一年都會打邊爐。點解？我覺得打邊爐我中意係因為有啲時候我哋中意食嘢咧，一碟一碟上嘅之後咧，你要傾幾句啊？啲餸如果凍咗就唔好食嘅。但打邊爐嘅時候，你隨時想食咩嘢，自己攞去撒撒，一路就咕嚕咕嚕咕嚕，我覺得熱辣辣嗰種感覺，好熱鬧啊，好溫馨咁樣。哇！小齊唔通唔驚咁樣一路傾一路食，會好容易肥嘅咩？有啊，我爹哋話：誒，啲肚腩突出嚟喎。我嚇係咩？我就嚇嗰晚我已經可以跑步啦。哎呀，可能之前又係內蒙古拍嘅時候，因為太凍咧，所以我哋照蒙古族食嘢嘅方式，佢哋飲啲比較多啲奶茶，係鹹嘅奶茶，牛奶，跟住羊奶都有啦。但係仲有食好多樣藥，令到你身體咧會多啲能量。所以呢排就要開始慢慢要係操翻嚟，係啊。拍戲咁辛苦，食多少少嘢獎勵下自己都好應該嘅。不過做完演唱會就要翻去繼續開工嘅小齊，一諗到內蒙古呢個地方就耍手兼擰頭啦。究竟點解？等佢自己講下啦。哇！喺我之前喺嗰度凍到真係有啲驚啊。環境真係好辛苦，因為係零下20幾到30度，跟住又打風喎，風一吹，成個人做戲嘅時候好似成個人僵硬咗，講嘢講唔到。哎呀，好辛苦啊！小齊做嘢咁搏，無非都係為咗屋企人啫。遲啲佢仲會帶埋一家大細去美國開演唱會，之後順便滑雪，真係好錫啲屋企人㗎。只不過小齊就大包，原來佢為咗一對仔女，連去旅行嘅地方都要零舍揀擇㗎。原本我想去挪威嘅，因為我有 friend 喺嗰度，佢可以幫我租一個木屋喺個湖邊，吊冰唉，幾浪漫啊！挪威嘅森林呢啲，聽到呢個都好浪漫喎。但係咧，我諗到我帶我仔女去，我就冇得咁悠閒。我小朋友嘅嘢真係好麻煩。小朋友未識享受呢種意境係嘛？但係我如果自己去度假，真係比較自在啲。但係我又唔想同我屋企人分開，所以點辛苦都要全家人喺埋一齊啊！家庭樂開心啲。係啊。